道。非常地感谢你，虽然伫即个寒冷落雪路真歹，中间你反复一摆伫遮参加自救，阮感谢你。阮今仔日要通过保罗所讲的话，通过圣经所写的，阮要来参加想阮的教会的生活。阮恳求你通过路苦的水，你的圣经做工伫阮的中间，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已经过身顶摆迄个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指挥做卡罗马利亚·茱莉这个人伊是足好的指挥。我今仔日的讲道是用伊一句话我用英语写啦伊有人甲伊问讲，伊人伫甲伊问讲，你做一个指挥你感觉你的责任是啥？伊安尼想一时伊讲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尽我所有服侍迄个音乐，第二是尽我所有服侍乐团，第三是尽我所有服侍遐个听众。伊讲安尼就是。迄英语安尼这是伊讲的话。我读到即句话的时我感觉，即个人真正是真伟大的所在。你若去听音乐会你看指挥徛伫遐规个安那伊比落，逐个就走，伊比啥人就倒伊出来。你会得想讲，做一个指挥一定是咧发命令的人嘛？有人讲迄指挥足歹的拢讲。有诶足歹啊！伊只是咧发命令啊。总是由你讲，我做一个指挥是咧服侍呢。服侍啥？服侍音乐。音乐我咧食即个音乐，我服侍乐团，服侍听众。因为我出世要做牧师诶，就是安尼。我听到这我就想到耶稣迄句话，马可第10章第34节，43节到44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恁爱做大个，着做人的妻用；爱做头个，着做众人的奴仆。伊搁来讲，我来是毋是要妻用人，是要互人妻用。搁献我的身躯做赎回祭。耶稣伊来，伊的目的，伊嘛是要服侍人。但服侍人，咱今仔日两个新的长老急要上任两个新的旧的长老要落任。我今仔日知影有一个我感觉我要讲一寡，咱来三角勉励啦。阮做牧师的，那无一定逐摆拢对啦。我真爱想讲，我逐摆拢对啦。总是我知影我毋是啦。若讲到服侍咱今仔日读的圣经保罗甲咱讲你甲创迄个圣经摘出来好无？保罗甲咱讲，我这是新约的较清楚啦。伊头一个伊甲哥林多的人讲，人着看阮做基督的奴仆，伊讲伊是奴仆，伊讲伊是奴仆。保罗是要服侍嘛，要服侍上帝。伊是讲伊我做上帝的奥秘的管家。管家的人你管家物件毋是你的，是敢若互你管了定。所以你的顶头还佫有一个主人伫的。伊第二节讲，我即个人，我是上帝的奴仆，我是做上帝的管家。管家对管家的迄个要求是啥？第二节伊讲，管家着爱对主人忠心，这咱拢真清楚的代志。过落去我甲你讲，咱的教会内底问题真济，逐个拢毋免扛啦，咱拢知影奇奇怪怪的足济啦哥林多教会迄阵就安尼你甲看觅，无保罗哪会安尼讲？伊讲我受忍，还是别人批判。
伊保罗拢无听，毋过伊知影遮个人伫后壁伫搞念，伊拢知，吼，我受恁就是恁遮个信徒，别人佫较免讲，连恁都甲我批判，佫别人，吼，伊讲安怎呢？我知影有遮个代志，我拢看做小事，这是真有道理吼，吼，伊讲连我家己嘛无批判我家己人，因为伊啥物叫做家己批判家己？家己批判家己吼，拢会家己看较好啦，实在甲你讲啦，敢毋是安尼？咱家己咧批判家己的时，拢嘛别人毋对，我才对。保罗讲我无去做遮代志，伊咧，伊敢若讲我所做的一切，我感觉家己的良心清白。换一句话来讲，这是要对咱大家讲，对长老也好，所有人共款。伊讲我感觉我的良心清白，我对得起上帝，我对得起我家己。过落去，伊讲毋是安尼，就是讲我无做啦。有时啊，我感觉我良心清白，你良心无一定清白啦。看，咱大家拢知影即个代志。所以保罗佫第一步讲，我安尼毋是讲我无做哦吼，总是吼审判在伫上帝，互上帝审判。我真正照良心做代志，恁要安怎想？我要甲恁说明嘛，歹要说明，互上帝去做判断。过落去吼，第5节，所以伊讲时机还未到，我毋知伊是咧讲啥物时机啦。伊叫人讲，恁毋通批判人啦。等耶稣过来的时吼，逐项代志拢会显露出来。这咱拢知影，这基本的代志，咱嘛拢安尼信啦。啊，总是到迄个时阵，老实讲，真正若讲耶稣来是逐项拢显出来吼。我的头壳底所想，我所做的代志，逐项拢显出来吼。我那无咧偌好看啦，我坦白甲恁讲啦，咱逐个拢知吼。啊，到迄个时阵吼，恁若做好，逐个拢会得到上帝的称赞。啊，若做歹就另外一回事啊。换一句话来讲，我无要甲恁争辩，恁对我安怎，恁安怎想我无要甲恁说明伤济。交我上帝，我感觉我对得起上帝，我感觉我对得起我家己，我的良心清白。啊，恁要感觉我无清白，迄你的代志，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讲为着缘故吼，伊才有讲一句吼，互恁通对阮学习，毋通超过圣经所记载。伊是要甲遮个哥林多的人讲，我所做的拢照圣经在做啦。恁看我的时，恁毋通用世俗的目睭咧看我，你爱用圣经的假释来批判我。这是咱做本一个基督徒，拢是安尼。实在甲咱讲吼，咱的教会内底长老、牧师、兄弟姊妹，咱若会记得安尼吼，咱可能会较无代志呢，敢毋是？毋通用圣经所记载以外的，毋通超过迄，毋通伫遐摇啦，讲摇甲足歹吼。啊，恁中间无论啥物人，拢毋通抱他即个看轻迄个，毋通看人大细目。这是真好的教训呢吼。啊，上尾仔节，伊讲啥物人？互恁想，你家己比别人较高。你所有的敢毋是对上帝领受的？啊，你是安怎咧家己夸口？咱种遮拢毋是上帝互你的，敢若是你家己来的。保罗即个话吼，老实讲，对咱今仔日的教会还佫真适当啦。今仔日咱的长老要上任吼。我实在讲，我家己做一个牧师吼，疫情拄仔开始的时候，我真正对即间教会看啊，即间教会当过去是要安怎？
我有讲一句我无应该讲的话，我甲恁讲的人，恁有听着。总是吼，我转来台湾转来，看这长老拍拼将即间教会扩掉的吼。我对3、4月之前伫遮开始讲到，恁逐个拢直直甲我讲，牧师是你来，逐个遮我甲恁讲哦，若安尼真感谢啦。总是若无遮个长老拍拼吼，咱毋知要去倒位扣呢？敢毋是？咱大家今仔日有新的长老要上任，咱听保罗讲的遮个话，咱反省咱家己啦。我望咱的教会会变做一个真有好气的教会，总是无可能拢无问题的教会啦。总是至少伫有问题的是，咱会晓，亲像保罗甲咱讲安尼，会晓三体贴。但我要搁倒转来讲，如伊尼讲迄几句话吼，伊讲吼，头一项代志，伊是要服侍迄个音乐。但咱做基督徒，咱的音乐是啥？咱的音乐是啥？我相信恁大家拢会同意，咱的向音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啦。咱若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时，咱所要演奏的曲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啦。所有的交响乐吼，我以前最爱听交响乐，即马老啊较无爱听吼。以前听吼，我真爱听迄个。逐个迄个音乐内底有一个主题啦，像迄个贝多芬第五个吼，开始当，伊咧迄规个乐章拢迄个主旋律伫遐走来走去，逐个交响乐拢有一个 theme 主旋律，迄个主旋律伫遐变来变去，音乐家后的就是将迄个主旋律变甲足水的出来，互咱听。咱的主旋律是啥？咱的音乐是耶稣基督福音，咱的心是啥？我要安尼讲啦，恁有同意无同意袂要紧啦吼。我感觉咱的主旋律是约翰3章16节，因为上帝听世间将伊的独生子献出世间，互既然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我相信咱的心是一个。咱做伙是用即个心，这是咱的音乐。我看迄指挥吼，我真正真努力。有个指挥吼，安尼一曲是安尼30、40分吼，因拢无咧看谱呢，因伫遐就闭落去，就拢无看谱。迄所有的。迄个音符拢伫因的头壳底，倒一个所在爱出来，倒一个讲，因拢知影。我甲你讲，迄吼毋是凊凊彩彩的人会晓的，迄是足有训练的呢。迄是爱伊要指挥，比如讲要指挥即个曲以前，伊毋知用偌济时间伫遐读去 study， 真正去分析。我读大学的时候，捌去听人的音乐课吼，迄乐曲分析足趣味的呢。伊迄人会晓说明的咯，我即摆拢袂记了啊。要指挥一个曲，你会晓分析迄个曲，你要规粒头壳拢安尼指是无可能。因有方法，迄个方法，因为这甲咱讲啥？咱要做伙演奏即个音乐吼。咱爱捌即个音乐才会使呢。你毋知影即个音乐去爬去，你要指挥，你是要安怎指挥？因一定用足济时间，而且因有迄个敏感性。因伫指挥、伫练习的时，倒一个创了弹了毋对，也是下了毋对，伊掠会出来。迄是伊对迄个曲熟悉的才有法度安尼。因为咱做基督徒吼，对我做牧师啦，对圣经若遐熟，毋知偌好吼。我想无迄个可能，毋过咱会当求进步，咱会当求进步。啊，搁一项，迄一个指挥吼，
伊爱谦卑，毋是伊伫做头。有一个故事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西班牙，迄个时阵真出名的，迄个大提琴的，叫做 Pablo Casals， 伊是西班牙人。伊战后吼，转去西班牙，啊，西班牙政府拜托伊伫巴塞罗那指挥头一场战后的头一场音乐会。啊，伊吼。因为是安尼，所以伊是所有伫西班牙迄个时阵真出名的演奏家，拢甲叫我来，啊，伫遐要开音乐会。啊，因伫练的时候，伊才发觉着吼，遮拢是西班牙足好的音乐家，足好的演奏家。逐个规阵活来吼，逐个拢音乐家，教，学拢袂叮当迄种啦。甲因指挥拢无人要听，逐个拢有伊一套理论啦。啊，这著爱安怎？这著爱迄个指挥徛伫遐咧互指挥呢？伊到有一日，伊吼，因伫练习的时，伊停落来，伊真谦卑甲遮个人讲，兄弟姊妹，今仔日伫遮吼，我指挥吼，恁毋是咧服侍我，咱伫遮咧服侍即个音乐。咱大家做伙来做即个音乐的 servant， 伊用萝卜，即个音乐的 servant， 咱将即个音乐演奏出来互人听。因为我足感动即个人的故事。啊，佫一项吼，音乐吼，我有一个朋友去英国去大英博物馆吼，转来甲我讲。讲伊伫遐的时候，看到迄一个橱仔内底吼，一沓迄落谱，迄纸拢黄去啊，放伫内底。啊，遐写讲迄是当年 Handel 写 Messiah 的谱原稿哦吼，吼，迄是足宝贝，放伫遐。啊，伊讲吼，伊看到迄个是足感激的，吼，这是 Handel 的原谱放伫遐。吼，伊讲伊足迄落。足感动诶！到尾伊甲我讲吼，毋过我到尾去想着讲吼，迄原谱有影是真宝贝有影啦，毋过袂出声呢。遐个谱吼，搁较宝贝着共款，袂出声，要安怎出声？咱爱甲唱，咱爱去演奏，咱爱学迄个音乐，咱将迄个音乐的水显露出来。过去就恁哩讲，我着爱尽我所有服侍乐团，无一个乐器有法度通演奏规个迄个交响乐的水。譬如讲，你下 violin， 你下一声尔，规个贝多芬的音乐，你一支 violin 你无度。需要规个乐团来做伙演奏，才有法度通表现迄个水出来。而且，逐个迄个乐团袂使逐个拢讲用同款乐器，若用同款乐器就无意思啊。乐器拢总无同款，乐器拢总无同款。我拄仔讲，咱的音乐是耶稣基督福音，即个福音吼，咱无可能有任何一个人，也是任何一个教派，也是任何一间教会，有法度通完全演奏出来。咱爱甲所有的基督徒做伙，伫即个世间演奏出来。保罗伫以弗所书讲，耶稣基督福音是未测度的不。未测度的不，无一个人，无一个教会，无一个教派，有法度通将这个上帝听完全讲出来。咱一定爱合作，三甲做工，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个世界，讲出即个唱出即个
即个音乐。你会记得保罗捌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遐伫讲，教会亲像人的身体，人的身体要用吼，是爱逐个拢用才会用。敢若一个用，一个破病，规身躯拢艰苦。这是真好的。咱伫教会内底，咱要做伙，像一个交响乐团，咱要做伙演奏，咱爱互相吞入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就是因为乐器无共款，才有法度通演奏出来迄个水感是。大家若拢甲咱共款，咱有时啊安尼感觉讲啊，大家若拢会当像我安尼想，毋知偌好，无一定安尼啦。咱拢无共款，迄个水的所在，就是因为咱拢无共款。无论，我相信恁若捌唱快的人吼，恁一定捌听到快的指挥甲恁讲，恁要恁唱歌的时吼，爱小可较听别人的声，毋通安尼你的声讲甲遐大声，有无？大家拢捌嘛吼，指挥拢捌讲即句话，恁要听好声吼，袂使讲你的脑后空大空，啊着平大声，啊别人拢无听，个人听着你的声，着独唱就好，也使安尼。爱听别人的声，有时啊，咱爱家控制咱家己啦，袂使干那想讲我即个教会伫咱即个乐团内底干那只我那点。你若捌看到迄个一个交响乐的迄个谱，我捌啦，我捌看到迄。有 first violin、second violin 无共款的谱，你甲摕来对的时候，我若莫甲你讲哦，你有可能看袂出来，这是属于同一个交响乐，因为拢无共款嘛。总是你若拢总合下来，会晓演奏的人，遐无共款的谱出来，变做一个足水的好声。咱的教会嘛是安尼，敢毋是？咱真侪人拢无共款。总是因为咱无共款，所以咱发出来声会水。伫一个乐团的内底，你若要演奏，所有的乐器拢真要紧。有啦，你若去听 symphony 哦，violin 有影有真在出，伊分量较济，中遐咧分乐达啦遐较少，这有影。总是你当要演奏的时，你袂使讲我即个乐器较要紧，我要对头演奏到尾。你若去听音乐会，你一定捌注意到，无一个乐器对头演奏到尾。中有所在，即个乐器爱休困，迄个乐器出来，迄个乐器出来了，即个乐器才搁出来。换一句话来讲，咱要做伙做代志。袂使干那迄几个人干那伫遐直拉定。我安尼讲，毋是叫你毋通做工，我是感觉讲，咱爱会晓商量。有时啊，你是真要紧的乐器无毋对；有时啊，当你停落来时，人较无遐要紧的乐器，伊的水的所在就表现会出来。伫一个曲的内底吼。有时啊吼，若谱叫你着爱休困，你袂使放炮呢。这是你应该休困的所在，你爱休困。你搁较要紧嘛共款，迄毋是啥人甲你要求，迄是迄个音乐的要求。你爱停的时你停，你爱出来时出来，你无应该出来时出来。规个演奏拢歹去，敢毋是安尼？对位，伫咱的教会内底，服侍真要紧。我知影，要叫人服侍，毋是遐简单的代志。总是有时啊嘛，因为真侪人无爱出来服侍，因为领导拢在做啊。敢袂安尼？我捌一摆伫一个教会，我迄个教会吼，有一个乌巴桑吼，教会马萨拢伊咧创啦。教会摆拢伊咧创，
阮吼有一年吼，拄啊，伊讲伊爱出外啦，迄年伊拄啊迄个时间，巴萨迄个七人无伫个，一摆伫开会时，甲阮讲，我吼即个时间爱出外啦吼，真要紧个代志伊无去袂使，所以讲伊讲我想咱今年毋免创巴萨吼，坐伫遐一寡妇女吼，好，逐个甲我讲。伊无伫个，阮才做巴萨互看啦。什物，伊要无伫个，阮就袂当做巴萨。你为教会就是为了人啦。伊感觉伊真要紧啦。我无伫讲倒一个人哦，你毋通对号入座啊。我甲你讲，教会就是为了人。伊感觉我即间教会无我袂使，我无属教会，即间教会属我。你捌拄着即个人无？毋是我教会，毋是我毋是教会 member， 是教会 belong to me。我定定拄着即落人呢。我毋是伫讲啥人，总是这咱爱逐个拢真注意。我做牧师嘛，袂使讲即间教会我会呢。最后，如你讲，伊爱尽伊所会去服侍听众。我拄仔讲的遮个吼，音乐真要紧，乐团真要紧，真好。咱真拍拼练乐团逐个真和谐，逐个拢真好。总是吼，一个高雄乐团吼，逐项拢好，敢若毋捌开音乐会。你想，迄个乐团的存在敢有必要？敢有意思？因为你去听因伫演奏，逐个因门关起来，伫遐走到逐个欢喜，指挥甲足欢喜，逐个拢感觉足欢喜，外口人拢听袂着。高雄乐团存在的目的是要创啥？奇怪敢毋是？认为咱教会定定做即落代志，你敢知？咱定定安尼呢？咱袂记个，咱爱去外口开音乐会互听，咱干那伫遮练尔。我毋是讲灵修会毋好，也毋是讲查经无，咱干那伫遮拍拼做遮代志，咱拢袂记个，咱爱去有时啊，咱爱出去开一个音乐会呢，互人听看卖。也是咱着真正演奏甲哩啦啦，真正袂当出去开音乐会啊！那安尼就另外一项代志。你为高雄乐团存在的目的是要互人听呢，是要互人听着迄个音乐。我会记得，我拄仔来时，我捌讲一篇盐的故事。我本来想要搁提出来讲，师公甲我讲，你即篇讲到逐个拢会记的，你讲人就总知影。我讲盐的代志的时候，我捌甲人讲，我讲咱是盐，耶稣讲你是世间的盐哦，盐放伫阳光内底，吼。台湾较湿的所在吼，恁一定捌拄着迄落盐放伫内底，放一个久吼，因为湿气吼，迄人外口要用盐吼。拢袂出来，规球结伫遐啦。你为盐若无对迄个阳光出来吼，盐无路用呢。咱安尼，耶稣讲咱是世间的盐，咱盐咱逐拢，咱落来三听真好，结做一球，毋是毋好啦。总是我要讲的是。盐就爱出咧阳光才有路用啦。有人咧用盐，较嗅都嗅袂出来，因为这是真讽刺的代志，敢毋是？耶稣钓伊学生的时候，伊钓伊遐学生的时，你会记得看到遐约翰雅各因伫遐海边仔的时。伊耶稣甲伊讲来对我，来对我。伊要离开的时候，伊甲伊学生讲：恁着去铺田下传福音。来，3年后叫因去，
例如伫即个来甲去的中间哦，咱伫遮伫练习，咱伫遮伫做伙生活，咱伫遮伫开音乐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即个水的音乐，互世间人听。咱来参加祈祷。非常地感谢你，互阮通过你的话，通过真简单的交响乐，互阮搁一摆省察阮做你的教会，做耶稣基督的身躯，伫即个世界。主，阮知阮无安全，总是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你互阮的教会虽讲伫关遐尼久，还佫会当做伙伫遮敬拜。主，阮感谢你，阮也感谢你，你的圣神引带，也真侪兄弟姊妹的努力。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因感谢你。阮也恳求你，甲阮每一个人相甲伫体，保守阮。互阮伫你所容允阮伫世间的日子，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名。非常地，阮今仔日有2位新的长老要上任，阮感谢因欢喜献身献时间服侍你的教会，也为着要落任因2位长老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愿阮所做的一切荣光你的名，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